看代替花莲的火车头后站的出口，本地是有挂一粒2栋重的石头来做地标。也毋过因为定定地动哦，车头嘛旧咯，挂石头的天棚哦，最近就出现壁损。代替经过评估，嘛已经先把这粒大石头扫走了。花莲市石头故乡，代替伫当初设计后站改起的时阵，伫出入口挂一粒2栋的大文石当作装饰艺术。最近后站的天棚出现裂缝，加上大石头影响过路人动线，民众都烦恼会危险。因为花莲它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方，那它的重量就是蛮重的。那如果说地震的话，它在晃动的话，应该会对结构有一些拉扯，然后谁也不敢保证它是不是会掉下来。花莲后车头本体已经40多年，虽然伫2010年改起做礼宾单车线，煞伫去年7月发生漏水，全面检查了后发现，吊大石头厝顶因为地动，所有壁痕，若无移除，一定影响出入安全。它毕竟有2个棍状，而且花莲又属于多震的一个地区所以造成这个我们结构上有明显的一个破坏的情况。那我们就在11月10号的时候，就由公务段代办把这颗石头把它移除。拆落来大石头先放伫公务段，未来铁路高架化了后，若适合的所在会放伫地面，袂过用吊挂方式来呈现。另外，花莲后站的结构补强会全部换做真侪道钢丝防水层，按算今年3月就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